定唔好將親戚關係睇得太重啊，因為親戚關係呢，其實都只係普通嘅關係。你細諗一下，阿爺犀利嘅，咁伯父啊、姑媽啊就同你好親嘅；老豆犀利嘅話，啲叔伯姑姐啊就同你好親啊；阿媽犀利嘅話，啲舅父姨媽就同你特別親噶。個仔女犀利嘅話，你啲子侄啊就同你特別親嘅。如果你自己犀利嘅呢，哇，咁不得了啦！全部親戚都同你親，哪怕係隔咗3、4代嘅親戚啊，見到你都4萬咁口噶。如果你自己普普通通嘅，唉，咁唔好意思啦。有時候擺酒都唔一定會叫你，你都唔使叫我，我都唔想嚟。窮嘅時候做對嘅事係應該嘅，有錢嘅時候做錯咗事，人哋都會幫你解釋，話你錯得啱。社會就係咁啦，所以善良係冇用噶，自己仲要足夠優秀先可以贏得尊重。你話係咪啦？